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9號。这一期咱們聊聊機器人這個行業。為什麼聊機器人行業？我看了一下，經濟觀察報最近連刊登了3篇關於機器人的報道。7月4號，他發表了一篇報道，叫《機器人上崗前夜：一場即將到來的大淘沙》，指的是資本的淘沙。第二天，7月5號，經濟觀察報又刊登一篇報道，叫《機器人伴侶：想象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也很多人買了一個機器人伴侶，有男有女，買回去之後發現不像自己想象的，隔2小時你就給他充電，你還得伺候他，不是他陪伴你，而是你在維修他。經濟觀察報7月7號又刊登一篇報道，叫《投資人看好，但養老機器人為何不叫座》。所以從這標題就可以看出，經濟觀察報它對機器人行業做了一個深度的一個報道。所以我們今天一起聊一聊機器人一個行業是怎麼被捧殺的。你敢相信嗎？一個連給老人倒杯熱水都經常打翻，連家裡地毯褶皺都邁不過去的行業，居然已經開始過冬了。就在不久前，業內普遍把2026年定義為養老機器人的元年，或者是具身智能的爆發之年。一時間資本狂歡，巨頭下場。光是2026年第一季度，國內具身智能賽道就拿到了超過50起融資，砸進去整整200個億，同比暴增了將近60%。騰訊、阿里、美團、小米、海爾，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大廠，全都帶着支票衝了進來，就是衝進具身智能機器人。大家通過各種比賽也看到了機器人的身影，不是跑步就是跳各種舞蹈，扭秧歌，有的還要打拳、翻筋斗。但是那些表演之外，真正的进入家庭、进入實際應用是什麼個樣子？這邊發布會上還在台上演着機器跳舞、翻跟頭的科技神話，台下就傳來了大洗牌、大淘沙的陣陣寒意。有行業大佬和投資人甚至直接用大淘沙來形容當下的競爭，這不禁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既視感。這個場景好像已經看過了。沒錯，各位網友並不陌生這個場景，這不就是當年新能源汽車瘋狂內卷、野蠻生長，最後留下一地雞毛的翻版嗎？ PPT 滿天飛，概念炒上天，幹什麼的都來造新能源汽車，房地產開發商造汽車，造車新勢力造汽車，造手機的造汽車。当恒大的許老闆在那兒買，狂投4個億、400個億砸向新能源汽車，但已經逃到美的是吧？永遠是下周回國的贾會計，不僅造車，而且他還上市了。法拉第未來，資本一窩蜂的湧入，結果產品還沒有在市場站穩腳跟，產能和企業數量就已經嚴重過剩。所以今天我們要聊的不是科技有多美好，而是機器人行業如何被資本和跟風者聯手捧殺。錯的根本就不是技術創新，錯的也不是機器人技術，而是那一窩蜂而上的投機者，毫無底線的概念炒作，虛假的繁榮，以及那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技術壁壘，就是整個行業沒有什麼技術。我想很多人恐怕看過馬斯克有個採訪，有那個採訪的人問馬斯克說：“你跟那個語數機器人有什麼區別？”馬斯克說的意思就是區別就是大腦，我們這是真正的是有智慧的機器人，而他們生產的只不過是做某些動作或者是某種特定的用途的，沒有智慧，不會思考。當然這段視頻大家可以在網上去查看一看馬斯克到底怎麼說的。說來說去我理解的就是沒有什麼技術壁壘，就像新能源汽車一樣，誰都能造，各行各業都來造之，人人得而造之。那機器人也一樣，現在是各行各業人人都可以造之，搞個 PPT， 反正最後是拿遙控器在後面遙控。所以今天給大家拨開機器人行業光鮮的外衣，看看這個未興先衰的賽道裡到底藏了些多少這個荒誕的真相。我們都是基於經濟觀察報這幾篇報道，當然還有其他的文章。我們先來看一個最近轟動全網的真實案例。6月30號，國內知名機器人公司優必選開了一場極其隆重的發布會，推出了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做的跟人是一樣的惟妙惟肖，追求極致的像人这個外觀，叫優世界 U1 系列。
官方給它的核心定位非常有情懷，叫做不幹活只陪伴，主打這個陪伴，提供情緒價值啊。好家伙，在這個大夥兒都在琢磨着怎麼讓機器人進場擰螺絲、替代牛馬、韭菜的時候，这家公司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來精準收割2.4億單身人口和数千萬獨居老人的情緒價值，目標鎖定了2.4億人。我們再來看看價格，輕量版11.98萬，帶四肢的这輕量版帶四肢的是16.98萬，就17萬。這不要緊，這個像賣汽車一樣的，這是普通版、標準版，那當然就有行政版、豪華版，而最頂配的豪華版，具備自主行動能力的男款或者女款，售價分別高達88萬和99萬。截至發布會當天，全渠道訂單衝破1.3萬台，可比那個某粗糧的汽車是吧？不想讓一發布立馬1.3万台就訂出去了，這可是最便宜的12萬呢，貴的99萬。我覺得這個師傅恐怕跟要麼就是粗糧，要麼就跟粗糧學的是一個派系的，一個師傅下山的。一發布會一發，立馬1.3萬台就沒了，一天之內理論上拿到了15個億的營收，相當於這家公司去年一整年幹的活。這都是跟誰學的？好的不學是吧？這麼看下去，我個人覺得這家公司老闆恐怕也要吃面了，也要各種模仿。聽上去是不是又是一個科技改變生活的偉大故事？但是當极客和消費者們翻開參數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傻眼了。首先第一個，續航時間2到4個小時，全系一樣，無一幸免。你花10幾萬甚至將近100萬人民幣，滿懷期待的請回家一個賽博女友或者靈魂伴侶，結果你們剛聊出點感情，剛聊到深夜痛哭出，賽博女友突然眼睛一翻，說對不起，我沒電了，我得回充電樁等着了。這到底是他陪伴你，還是你花錢請了個大爺回家伺候他？更搞笑的是，主打陪伴的機器人，因為要追求極致擬真，也就像真人嘛，做出了皮膚的觸感、指紋甚至毛孔。可是，在發布會舞台上，那空洞的眼神、缺乏微表情的臉龐，直接觸發了心理學上的恐怖谷效應。也就是你摸着像真人，但是他那個眼神，總之有點像僵屍。他的動作，還以為是你趕着他走，或者你控制遙控他走，有點像咱們傳說中的湘西那個叫趕屍。很多網友看完現場視頻直呼貨不對版，甚至感到本能的恐懼和排斥。這就是目前情感陪伴機器人的現狀，想象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你說你腦補一下，誰會跟一個這個湘西趕屍的是吧？這種在那兒情感輸出、陪伴、索取情緒價值。如果這個機器人跳着走，那絕對的就是一部恐怖片導致的災難片。不僅是動輒幾十萬的豪物，就算是2萬多元的普通台式陪伴機器人，在居家養老場景裡也同樣尷尬。就是2萬塊錢的養老機器人。成都73歲的獨居老人周慧蘭，女兒花大價錢買了一台機器人陪她，結果老人只要語速稍微快一點，或者稍微夾雜一點四川方言，機器人就徹底成了聾子，開始答非所問。更折磨人的是，到了半夜，老人翻個身起個夜，機器人就突然悠悠地飄過來打招呼、查看提醒。老人坐在沙發上多休息一會兒，他就反覆推送请起來運動的指令。不要說那個機器人了，就說我這個身邊這個電風扇，他經常我正在說着話，他突然插話，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就觸動他了，我都一頭霧水。這哪是貼心的陪伴，這簡直是裝了一個24小時監控老人的賽博監工。最後老人為了省電，也為了清靜，直接把路由器的電源給拔了，然後断網了，动不了了，癱瘓了。那第二個就是重蹈覆轍，機器人行業踩中了新能源車的全部大坑，每個坑都精準無誤的踩了一下。看到這裡，熟悉中國產業發展史的朋友一定發現了這集劇情跟當年的新能源汽車、電動造車新勢力簡直一模一樣。我們看一下机器人行業是如何完美複刻新能源汽車當年的致盲3部曲。首先第一個坑叫一窩蜂而上，概念先行。當年造車新勢力 PPT 一打， PPT 上全是自動駕駛未來座艙，顛覆行業，
結果連個最基礎的底盤和電池都做不好。現在的機器人行業呢，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國內人形機器人整機企業多少家？整機企業已經超過140家，發布的產品已經多達330款，140多家整機廠商啊，這個行業跟新能源汽車行業差不多，新能源汽車也100多家啊，不要以為只有我們知道的頭部幾家，實際上它也有100多家。這140多家機器人企業路線是高度雷同，幾乎全部擠在全尺寸雙足人形，長得就模仿人這個極其狹窄的獨木橋上。為什麼？僅僅是因為雙足人形在短視頻上在宣傳的時候更加吸睛，翻個跟頭，跑個馬拉松，打個格鬥，拳擊，隨隨便便能在網上騙幾百萬的播放量，就能拿出去給投資人講故事融資。大家都忙着做台前的演員，卻沒有人願意去做台下苦哈哈的實幹家。第二個坑呢，實際上就是技術不夠，話術來湊。當年電動車續航不夠，銷售會告訴你，我們有充電樁，我們可以換電，我們有車機協同。現在的機器人續航只有2個小時，廠商就跳出來說，我們在工業側可以通過熱插拔換電實現24小時不停機。什麼意思？不太懂。總之就是在不斷電不停機的情況下給它換電池，那你就買3塊電池就行了，輪流上，1塊備用，2塊輪流。但是賣給家庭的陪伴機器人，你讓一個70多歲的老人，腿腳不便的老人，在機器人斷電之前還要給機器人先伺候一下，是吧？先給他充電，他能不能自己充電，自己去插電去換電池？那這個就是馬斯克要幹的。這個有赖于馬斯克弄出来之後開源，你不開源咱就沒有辦法超越。所以說你指望一個需要別人伺候的老人給他進行高難度的熱插拔換電池，這到底誰伺候誰呢？誰陪伴誰？第三個就是未富先老，產能過剩了。新能源車當年的產能過剩導致了極其慘烈的價格戰，現在還在進行。這個價格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車的新車型是吧，一共是550多款，你想想这競爭多激烈。而6月份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國內是下降了9%，同比就在不停的降價的情況下還在下降。你說這行業捲到什麼地步了？雖然還沒有大型的頭部這種主機廠商爆雷，但是我看也快了。畢竟魏建軍已經喊了，新能源汽車行業裡面的恆大已經出現了。所以照這個模式，那機器人行業目前看上去還更慘。為什麼？因為它畢竟還沒有真正走向大眾，還沒有被大眾所熟知、所接受，還沒有實現規模化消費，就已經表現出未興先衰的跡象。就像日本衰退了30年，日本人家是已經人均 GDP 達到發達國家了，人家才衰退。有的國家是吧，印度當然總體總量還可以，但是人均那還是發展中國家水平，它也開始衰退了，那麼叫未富先衰。所以这機器人行業叫未興先衰，這個跡象已經明顯了。我們可以看看行業龍頭的財報。作為行業出貨量最大的企業之一，儒樹科技2025年人形機器人出貨超過5500台，但主要買家是誰呢？你不要看它賣了5500台，它的買家消費者是誰呢？全部是高校、科研機構和商業演出，說白了就是買回去做研究和裝門面用的，還有一些自媒體的買了拍視頻搞流量用的。真正的消費，說誰買了一個它放家裡，還沒有這樣的。那更多也就是說它還是 to B 而不是 to C， 就這個也只賣了5500台。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這家公司的營收增速從上年同期的333%斷崖式下跌到69%，扣非淨利潤更是直接腰斬。這個是儒樹科技人家這個 IPO 的資料做不得假，同比暴跌53%，利潤剛上市還沒上市正在走 IPO， 暴跌53%，說明什麼？說明科研和表演這批初代韭菜已經買夠了，賣不動了。研究所、大學、高校還有一些商業演出已經消費不動了。為什麼呢？買那玩意回去除了會翻跟頭扭秧歌也幹不了啥了，那個新鮮勁過去了，商演也沒有人掏錢了。你這機器人表演比人還貴，那不如拿個牛馬韭菜過去
給他80塊錢一天，你還不如給他充電。你這機器人跳舞關節這個部件很容易磨損就壞了，你還得維修。你說拉個真人牛馬這80塊錢一天，你給他200，他就高興的不行了，已經給他多翻幾個跟頭。所以你看这種反常識的是吧？那你說這種機器人表演，它能火多久呢？它那個新鮮勁兒一過就沒了。那第3幕被戳穿的技術壁壘，你以為的黑科技其實是組裝機。這個大家都看過，很多機器人在那表演，你以為他是真的在表演什麼？是後面有人拿遙控器在遙控。很多人會反駁說，機器人是可以具身智能，是高科技，怎麼說是炒概念？它總有技術壁壘吧？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說一下，所謂的技術壁壘在資本和降本面前到底有多脆弱。現在的機器人公司天天在吹自己的大腦小腦有多厲害，實際上你想想新能源汽车就完了，3電技術一切都依賴于別人開源。你看看智能駕駛就吹不起來了，人家沒開源。所以那個蘿蔔快跑，它就能在路上趴窩，上百輛出租車同時趴窩，你問你服不服吧？所以這個機器人一樣，無論他怎麼吹自己的機器人大腦小腦有多厲害，吹自己的端到端大模型，但實際上在工業客戶和真正的市場眼裡，脫離了硬件穩定性的軟件，就是在沙灘上建大樓。工業客戶採購機器人邏輯極其樸素且殘忍，能不能在產線節拍內完成動作，連續運行多久不出故障，故障後多久能恢復，對工人和產線有沒有安全風險，採購加3年維保的總成本是多少？珠三角有一家做工業自動化的頭部企業叫拓斯達，他們家經手的工廠無數。2020年上半年，他們的一家大客戶進行機器人供應商選型，幾十家機器人廠商帶着各種炫酷的雙足人形方案去競標，結果你猜怎麼樣？在第一輪初篩中，所有不可一世在網上翻跟頭的很溜的雙足人形機器人全部被工廠無情淘汰，也就是在產線上這種2條腿的根本就不適用，不如底下有4個輪子的。最後進入中選的只有2家，而且全部採用了看起來一點都不酷的輪式底盤方案，也就是底下4個輪子甚至5個輪子。但是你說這個輪子上面有個手，看着不像人，完了這有什麼意思？就你拿這玩意兒，你說是機器人，那跟咱們看到科幻片不一樣，不好意思，没有人投資，你講故事沒人聽。但是恰恰是這種才是生產線上主力。為什麼？4個輪子都站得穩，你2條腿的，萬一斷電，萬一出了故障，吧唧它就摔那兒。要是摔在生產線上或者怎麼着的，那就簡直了，是吧？耽誤事兒大了。原因簡單的讓人發笑，雙足機器人只要一宕機一斷電，吧唧一下整機就摔地上，四仰八叉的，有的时候在地上還亂蹬，抽風一樣的。那你說砸壞自動化的生產線，那價值可就不是一般的錢了，對不對？現在很多自動化的生產線都是精密儀器，是吧？你要給它磕壞了，你就是砸着花花草草也不好，何況如果砸着工人形成工傷，這個不僅出現事故，還耽誤生產，降低了效率。而輪式機器人斷電了，它那一斷電沒電了或者是宕機，它只會停在那兒，它也摔不了，對不對？穩穩當當，底盤低，站得穩，馬步扎得好，剩下的就是等工程師來就完了，对不對？給它處理，給它拖到一邊，維修、充電、保養。所以說這人形機器人雖然酷，但是廠房不要。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形機器人在照顧老年人，你說非要用人形機器人，那人形机器人萬一沒電宕機了，咣當一下栽在那個老人懷裡，对吧？肋骨扎斷幾根，誰能受得了？本來那個受傷的腿是吧，再給扎斷一次。老年人一旦自己好不容易沒摔，對不對？讓機器人給他摔一下，給他砸身上斷了，骨折，好不了，這不是開玩笑嗎？工廠要的是幹活的奴隸，不是要一個隨時可能碰瓷、隨時可能摔倒的賽博祖宗。那當然，養老院也一樣，陪伴老人的也一樣，你要指着他幹活，對吧？所謂的黑科技，只要一進場，立馬現出原形。很多機器人跳舞打拳看起來酷炫，但真到了產線上，連一個最簡單的通用上下料都做不好，因為它的硬件在設計之初就只是為了表演，而不是為了幹活。這就導致了一個極其尷尬的行業閉環，投資人的錢投完了，科研和表演採購降速了，接下來的錢本該從工廠和家庭賺。如果家庭你賺不了，消費機器人
我們還沒到這個水平，你也沒到那個水平，那你好歹從工廠去賺，有工廠你提高了人家效率了，人家當然就要用，結果他也沒辦法從工厂去用，工厂嫌你不夠穩定安全，家庭嫌你續航短，聽不懂方言，價格還死貴，大部分机器人公司短期內兩頭都夠不着，這就是當下這機器人行業的尷尬的現狀，兩頭都夠不上。To B 人家看不上它， To C 看上去市場很大，但是也沒辦法落地，沒有真正的產業落地，沒有持續的商業化收入來反哺研發，你戰勝的融資金額再大，也終究有花光的一天。這時候等待你的不是科技的頂峰，而是殘酷的大逃殺，就是資本要逃離這個行業，誰先跑誰獲利，誰後跑誰那就被套在裡面。機器人的行業真的沒救了嗎？一地雞毛之後，真正的出路在哪裡？它真的會像當年的某些 PPT 造車企業一樣，徹底淪為時代的眼淚嗎？那倒也未必。新能源汽車在一地雞毛的內卷之後，最終也熬出了幾家真正的全球巨头。機器人行業要想活下来，同樣必須經歷一次扒皮抽筋的刮骨療毒，也就是很多機器人公司都要關門出清，行業要洗牌。新能源汽车行業好歹是已經發展起来了才洗牌，机器人行業還沒發展起来就先洗牌，先洗一輪。现在的局部内卷和價格戰其實主要集中在那些門檻極低的細分市場和表演市場，真正的生產力作業場景依然是一片藍海，但是這個藍海看起來就不像機器人。行業想要破局，必須老實的走好以下幾步。第一個，把不確定性隔離在執行層之外，不要盲目迷信什麼一個大模型接一條指令就能搞定一切的童話，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根本做不到。像智源機器人、拓斯達這些務實的企業，現在都在做分層控制架構，大腦層只負責長程任務調度，小腦層負責運動規劃，最底層負責跟電機高頻通信。必須把 AI 大模型輸出的那種答非所問、不確定性死死地隔離在機械執行層之外，才能保證安全。第二步，去真實場景里吃苦，積累真機數據。有很多公司天天在實驗室裡用虛擬環境跑反真數據，那純粹是自欺欺人。真實的生活和工廠環境極其隨機混亂，地毯的褶皺，網絡的一絲遲鈍，都能讓機器人癱瘓。優必選、智源這些頭部企業現在已經開始把機器人扔進蔚來、比亞迪或者是龍旗科技的真實產線上去，不間斷的幹上100多天，哪怕10000次操作裡只出1次差錯，也要把這個真機作業數據死磕到底，因為數據只能從汗水和泥泞裡得到。第三個，等待真正有消費能力的新一代老人，也就是现在这一代老人，你指望着消費機器人那是不可能的，這要很長時間的學習，這個學習就攔住了很多人了。目前養老和陪伴市場之所以叫好不叫座，是因為現在的 C 端主力消費人群還沒有形成對智能設備的信任和消費習慣，行業真正爆發可能要等到那一批有積蓄、有退休金、熟悉智能設備且願意為品質養老付費的60後和65後真正步入老年。當他們成為主要使用者時，市場的付費痛點才能真正被徹底打開。我估計65後都不行，恐怕要等到70後，等70後老了才有可能對这種機器人有市場。同時行業專家也建議可以借鑑當年家電下鄉的成功經驗，面向消費者發放智能養老專項消費券，把正規有技術底蘊的企業納入補貼，切實減輕大家的採購成本，用政策去拉動真正的消費，而不是靠資本去吹噓假的泡泡。知名科幻作家萊姆在《索拉里斯星》裡寫過一段話，說人類面對外星海洋創造的完美愛人，最終意識到那只是一面映照自己內心痛苦如執念的鏡子，也就是我們想象出來最完美的，實際上是你內心的一種執着，是你的執念，一種反應，有點佛教的這種理論哲理。今天我們看着各大廠商推出各種仿真、超仿真機器人，長着精緻的人臉，
號稱能給予深度靈魂陪伴的情感機器人，我們必須保持一絲清醒。機器或許能通过冷冰冰的大語言模型和精密的傳感器去計算、去模擬出某種完美的情緒價值，但人與人之間那種在不完美的世界裡互相試探、互相包容、同甘共苦的美好體驗，真的是幾行代碼、幾個谐波減速器就能完全取代嗎？所以說，這個機器人行業今天的未興先衰，是資本的退潮，更是市場的清醒。它給我們敲響了最沉重的警鐘：任何違背商業底層邏輯的概念炒作，最終都會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錯的不是機器人，錯的也不是人類的急功近利。在走向 AI 和具身智能時代的漫長旅途中，或許我們最迫切需要做的，不是急於在硅基生命身上去尋找完美的鏡像，而是回過頭來探索如何在結構化冰冷的技術世界之外，去重建我們人類之間最真實、最溫暖的鏈接。所以這也是基於經濟觀察報他對機器人行業幾篇報道，讓我們看到這個機器人行業目前尷尬的處境。它正在完美複刻新能源汽車行業，現在各個地方政府也在積極的引進這些機器人企業去當地發展。這不和當年引進新能源汽車不是一樣嗎？要砸很多的錢進去，很有可能最后是一地雞毛。最後我们再看一看胡適，我看有很多粉絲總是問胡適節目在哪兒，實際上這就是胡適節目。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胡適的節目如果總是吐槽西方的資本市場的那些痛點，美西方日韓資本市場那些違法亂紀的那些割韭菜，那些欺詐善事、做假賬這些東西，那不太好，對吧？不利於跟美國的關係，也不利於審核通過。所以這個節目稍微做點調整。這是第二個，這個播放總是說這些美國資本市場不好，日韓資本市場推倒重來，那都是這個他們就是為了以融資為目的，不是以讓美國和日本的股民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為目的的。老是這麼說，最後這個流量不是很好。辛辛苦苦做個節目，如果看的人不多，那我肯定覺得調整。所以這個節目就稍微改一下，到後面會再聊一下資本市場情況。這個節目的前半部分一般的是聊跟經濟密切相關的上市公司或者行業，當然它都是跟資本市場有密切關係的。那後半部分最後我們再聊一下這個紅綠市場。那今天這個紅綠市場呢，可以說更加把咱們的叫全球資本市場的定海神針壓艙石發揮的淋漓盡致。因為什麼呢？你看今天日韓股市呢都是下跌或者就微漲，昨天美股也是不咋地，但是今天我們的資本市场那可是扬眉吐气。我一直說咱们这市场它連續把拳頭收回來，是不是蹲下來夯實基礎，是為了打得更遠。你看這不今天就起飛了，打得更遠了。今天上證指數那可以說是叫暴漲1.65%，漲了65點，一下又上了4000點。這上證指數都不算多，漲得更多的是深圳成指，漲了3%，暴漲3%。結果深圳成指在科創50面前那就是個弟弟，科創50今天暴漲8%。所以你看這日韓的指數，你說日韓股市它哪有前途？日韓股市漲個5%就熔斷，這韓國的熔斷完了之後又熔斷，這天天就跟熔斷較勁。咱們這你看分分鐘很輕鬆的就漲個8%，並且今天成交量比昨天放大，現在2.9億，雖然不是很多，但是你看明顯的資金踴躍參與，所以再一次證明咱們前面說的，咱們資本市場是主動的收回來，把拳頭收回來，是為了打得更遠，打出去更有力。你看今天就是有力的一擊。那在咱們資本市场帶領下，日韓它也最後收了根陽線，日經225指數收漲微漲1.38%，韓國綜合股價指數那就是微漲0.5%。韓國綜合股價指數現在從最高點到這兒已經跌到20%了，所以說在技術上它已經是熊市，叫技術熊市。這幾天我一直苦口婆心的這給大家介紹，為什麼日韓股市它現在在回調，技術熊市，而我們這個更加有利，科創板漲了8%，滬指漲1.6%，那都是暴漲，那絕對是。不要看我們的科創板漲8%，我們可不是崩盤式上漲，我們那是非常穩，因為底盤打得
牢靠，夯實了地基。涨之前蹲下來很久了，跳得当然高了。那很多人就说了，那为什么韓國的不行了？很显然，我一直說韓國股市那都是低質量的，那咱們是高質量的。為什麼？因為首先從認知層面，韓國、美國的股市它就不行了，因為他們現在還死守着什麼市盈率多少倍？8倍、7倍，對吧？三星、SK 海力士公布的業績，這上半年又漲了9倍還是10倍，就是利潤。但是你想，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人工智能時代，你老是說利潤漲了多少，有什麼意義？因為我們現在是個叫夢的時代，是吧？講究市夢率，有夢才有發展。你老講掙多少錢沒有用，最終是走不遠的。所以日韓，你看韓國，尤其是韓國指數，它立馬從最高點，現在已經技術性熊市。為什麼？它太糾結於這個利潤。你這三星、海力士賺了多少錢？每個股民能分多少錢？那個職工獎金能分多少？那這個有什麼意義？這裡面有夢想嗎？有對未來的各種暢想沒有？你反過來再看咱們的資本市場，是吧？咱們哪一只股票？那市盈率500起，你沒到500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3萬也不算多，是吧？咱市盈率3萬，這個才體現出的未來夢想，這種夢依然在，對不對？只要夢在，那未來就有希望。所以說，不有句話說得好嗎？信心比黃金還重要，市夢率比黃金還重要。所以市夢率比真正的市盈率什麼，你這5倍的市盈率那已經被淘汰了，你那都是老登想法。所以日韓股市還有美國股市，他們很悲哀，他們搞了半天，他們以為他們是人工智能硅基，結果他們现在已經變成老登了，因為他的想法很老登。現在只有我們這邊科創板，我們的科創企業那是在先鋒，真正的人工智能硅基，因為它從認知上就已經超過了美西方，包括亞太股市這些企業。所以說要引領資本市場往前，還得看咱們。這個希望大家要端正這個態度，也要認識到這一點。美國、日韓資本市場是沒有前途的，因為他們目光短淺，他看今年掙了多少錢，明年能掙多少錢，那有什麼用？咱們這個資本市場是用來講夢的地方，講理想的地方，你老是講那個錢，有什麼意思？所以說，大家把這個認知要從根上要調整過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